透过议员洪玉峰的牵线，台南市西区扶轮社每年拢会关注奖助金，和学区的国小学童。透过协进甲日龄国小的推荐，今年总共57位学童受惠。6号上午伫个议会简报室举行颁奖。今天的话，我们协进国小关怀的孩子是33位，丽人国小是24位哈。校长他都有讲一个意思吼，互囡仔吼，伫个过年进前安尼，看是要买册，还是要做什么款的利用啊吼，一包拢3000啦吼，一包拢3000安尼，所以今仔日真特别感谢咱西区扶轮社这么用心，伫过年前呢，互囡仔一个真实际的奖励。西区扶轮社社长王聪明表示，虽然今年台湾受到国际疫情的影响，不过守护甲向善的力量犹原无改变。勉励学童爱好好读册，袂用咧看轻自己。咱也希望讲咱这的小朋友，伫咱经过咱好好的甄选了后，你也不要太看清自己。好，那我们每一年每一档拢会针对这2位学区内的好好的小学生，来送一点点温暖，尤其是在过年前。咱也希望讲这个小小的奖学金，对各位来讲，伫个过年期间你可以买一些有用的东西书籍啦，或者一些文具用品，然后来充实各位的知识。这边除了代表学校真的跟大家致谢，同时我也要希望我们小朋友能够假狼一刀币真的要饮水思源，涌泉以报，涌泉了今天为什么特地选择协进国小跟丽人国小，看重我们，珍惜我们，就是这份可贵的珍惜之情。我们真的要把握这样的机会，好好把自己做好，该做的事情就要认真以待，这样才能够回报议员洪玉峰表示，西区扶轮社的关键原本以学区的协进加新南国小为主，后来新南搬迁到安平，加上部分的社员拢是丽林国小的校友，因此将这份的善行扩展到北区的丽林国小，每位学童3000块的奖助金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